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早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早点上新的消息。韩国一位副手张善政，互人讲伊讲唔对话，甲人纠缠。伊叫行政院院长苏贞昌对韩国族讲话卖关的正口倒口，安那无会去大意。这句话引起到民进党立法院大家真无欢喜。张善政本人嘛已经出面说明。我昨天讲这些话，对他的评论。如果说对于苏院长或是对于他家人造成他们不舒服的话，我要说一声不好意思，我要祝他早日康复啊。那我昨天说这些话的意思，其实是希望说他以一个行政院院的院长，不要再继续酸言酸语啊，而真正做一个做事行政院长。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人常在讲说人在做天在看，对不对啊？所以希望行政院长恰如其分，能够发挥它真正的这个功能。所以如果有人说啊，我是在诅咒他，那我刚才的说明希望已经能够澄清了。我在这边再说一次不好意思，我希望他身体健康啊，绝对没有诅咒他的意思，好吗？可是昨天那样的说法，好像被人家认为说非常没有口德这样子，觉得说您过去的形象也不错，怎么为了选举就变成这样子？我那句话前提我是说，他如果再继续酸言酸语，啊，我想酸言酸语是我那个时候的重点。那我希望说，刚刚也讲了说，他现在已经能够恢复健康了，希望他能够做一个真正做事的行政院长。那当然就不会有酸言酸语的问题，自然也不会有什么诅咒不诅咒的问题啊。就是，好，谢谢啊。进一步来了解，韩国一位副手张善政，伊讲到行政院院长苏贞昌最近较少讲话，因为去大医啊。伊讲苏贞昌若是搁黑白讲话，安尼就会继续去大医。而且苏贞昌的查某囝苏卡惠嘛出面回应，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周景如来传来了解。景如。选战倒数，蓝绿阵营的交锋战火是越来越多。没想到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昨天居然是痛骂了行政院长苏贞昌。之前过去总是酸韩国瑜，但现在话比较少，因为他住院。而之后如果他再骂韩国瑜的话，老天有眼，很快就会让苏院长再回去住院。这一番言论也掀起了轩然大波。今天上午，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女儿立委苏巧慧也在立法院接受访问时，认为张善政的言辞相当不妥，而且还说他根本是在诅咒。我们来听一下稍早访问。张善政先生在这个公然对我的父亲健康做出了这样的评论，甚至是我觉得其实已经是接近诅咒这样子的发言哦。我想每个人都有父母，那我们做子女的看到自己的爸爸在公开的场合被别人这样，甚至是诅咒式的发言嘲讽，然后其他的人哄堂大笑拍手叫好，这个心情当然是非常非常难过。我想台湾社会有一个底线，选举可以有攻防，大家可以做竞争，但是我们不会对对方的健康和生命做这样的恶质发言。我想这已经真的超过了底线。那未来台湾要选择什么样的国家领导人，我觉得大家真的要睁大眼睛好好看看。那院长目前的身体状况如何？其实院长真的就是过度劳累之后，面部的神经短暂的麻痹，那其实对他的体能智能完全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休息1天之后，其实第2天就已经回到立法院上班。上个礼拜行政院院会的影片也都公开给大家看，甚至是今天早上也已经又到行政院又要主持今天的院会了。那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子公开的资讯，张善政先生还可以做这样造谣的发言，什么住院等等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适当的行为，而且就算他现在有道歉，我觉得这个社会也已经撕裂了，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为了要维护他的这个候选人，那也已经都用更激烈的言论在做这个种种的攻防。我觉得这个伤害已经造成了。我希望张善政你要跟苏院长道歉，我们很不平，我们很不舍，诅咒人家，让人家生病去住院，怎么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你不道歉吗？好，我们希望看到他道歉。好。
好，除了苏小慧替爸爸抱不平，也觉得很心疼。民进党的立委也纷纷站出来，认为张善政的言辞是明显的不妥，必须要跟苏院长来道歉。选前倒数的关键时刻，蓝绿阵营的交锋战火是越来越猛烈。不仅是韩国瑜惹出了失言风波，就连他的副手搭档现在也深陷了失言危机。以上面情形。多谢景如，继续进一步来关心民进党主席杜英泰今日早起时陪立法院参选人黄昭雄伫咧公馆上款拜票。针对这件代志，杜英泰伊嘛讲，安尼讲话实在无适当。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新杰来采来了解。新杰。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今天早上特别来到了公馆商圈，要来帮立委参选人谢佩芬、阮昭雄还有蔡慕林来向民众拉票。而针对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竟然公开的说，希望行政院长苏贞昌可以不要再酸言酸语，不然的话，老天有眼会让他再回去住院。对于这样的说法，卓荣泰当然是非常不认同。来听卓荣泰的最新说法。韩国瑜市长跟张善政院长，跟国民党的朋友们。真的不要急，不要慌，治理国家大事不能急，也不能慌，任何的用词、用那个讲话都要非常的谨慎。但是这一件事情，说诅咒别人去住院，诅咒别人去看医生，在台湾的民间社会，这是犯大忌的事情。那么用这样的方式，除了表现自己慌乱之外，会跟人民脱节。会跟人民希望这个社会平安喜乐这样脱节，所以我希望他们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可以听到卓荣泰表示呢，他认为国民党的选战步调是已经有点乱了，所以才会透过这样子诅咒式的发言来说话哦。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其实这样子诅咒式的发言对台湾民众来说真的是一个大忌。因此，卓主席也呼吁所有国民党的候选人不要再透过这样子的发言，对选情也没有任何帮助。相对新，先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同款嘛是上新的消息，嘛是同款加车无滋味，加话无值钱。台湾民众党的立法院候选人甲不分区被提名人，最近讲话引起争议，蔡依芳要骂吴怡农，结果讲到家己。昨昏蔡碧如伫咧广播电台节目，搁再承认讲学子黄静莹囥伫不分区安全名单附近，是要来争取必须查甫囡仔的支持。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德有啥物款的看法？咱做伙来听伊上新的讲法。一般来讲，年轻人投票率还是比较低的，特别有蔡经年投票率很低，所以有时候还是要鼓励年轻人愿意走到投票所去投票。那你还是要有些吸票机的。但用“肥宅”这个字眼，那是数学人讲的。对，但是蔡顾问他没有就是否认。哇，这我们哇，人家讲的话，我们也不用去刻意跟他修正干什么。哎呦，这个实在是。那你。tolerable， 我们要共融社会呢，容忍是自由的基础。那你这个字眼其实是负面的，但是当时没有去做纠正，然后还说是，会不会就这样子是有点引发就是大家的？没有啦，我跟你讲哦，我就说我们台湾现在有一个政治训诂学，就是每天抓那一两个字，然后在那里追究，哇，就这样，这是不过是这样的，这是目前的政治文化，但是。过犹不及了，这个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讲话太随便，但是也不用每一个字都要跟追究到底嘛，这样。那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就是学姐发现部分区是要吸引肥宅票。应该比较正确的说法是鼓励那个年轻人愿意出来投票，不然我本来估计的明年投票率很低，我估计的比66还低，66%还低。像这个民进党认为现在又在物化女性。唉，民进党就是这样，认真工作就好了。每天在那里搞文字狱，这样最新这连2天啊，从蔡依芳那个肥皂事件，然后到昨天的肥宅，就是这2天感觉上。其实我来讲哦，因为我们的这一些不是典型的政治人物了。坦白讲，那进入这种叫政治这种罗马竞技场，你知道，很容易被砍得遍体鳞伤。坦白讲。那你可以帮黄自颖讲一点话吗？就是说他的专业不是在吸引肥宅票，就是他其实有他自己的专业。他还是有也是这种新闻专业人员嘛，也是出国见过世面的，还是有他一定的标准的，一定的水准。其实他也当过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呢，当然做得好做得坏是有一次的，不过还可以扮演一阵子的，可以扮演那个工作，可以做那个工作，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像昨天卓荣泰又杠上你，他说希望北高市长不要越来越像。
其实他就最典型的，就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傲慢，意思就是说，他也许常常是这样，为什么在政治上傲慢呢？他也许也认为小英的票很稳了，太多了。这个我跟你讲哦，这个其实我认为小英还是会赢的，但是我认为最后票数还是会接近，因为像这种就典型的傲慢，对吧？柯文哲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你人家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你现在倒过来，不是朋友就是敌人，你没事去踹柯文哲，柯文哲还是有一定的支持者嘛。好，那不然我下人说，如果他们都不希望我们的票，那我们就算了，我们都不要投给小英，你看远。那所以我感觉他一定像周代讲这种话，一定被洪耀武骂。像那个《自由时报》最新讲的多实在啊，你看嫌票多啊。你真的确定他这样子，党内会有人觉得他这样讲不好？不是的，被嫌票多嘛。所以有时候政治还是这样的，容忍是自由的基础，你知道？嫌票多，你晓得？像《自由时报》最新的民调政党票，民众党有7.7%，品观点的有7.6%，可是蔡壁如刚刚说应该有12%才对。不是啊，这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机构效应啊。不过还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年的政党票很难预测。我们实际在政治圈的人因为这个变数太大。你会科本？太阳花学运吗？太阳花学运。太阳花学运刚才其实今天早上我们晨会也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我想，其实太阳花学运我们会上诉，主要还是针对判决书内容有疑义的部分去给他澄清的。这个，我老实讲我的态度从头到尾都一致的，就是说。它是一个历史事件，它是一个政治事件，所以有时候政治事件要用法律去解决，有点 K 的，你知道吗？那像方养玲，你知道吗？我为什么跟方养玲很认识？因为我当过台大院创伤医学部主任5年半嘛，那时候他是中正医的分局长，所以这个我们那很多业务有交接，所以我跟方养玲算是熟的。太阳花学院他一个人就背了，我印象中是53条案件嘛，结果他每天跑法院，就什么事我看事情，我时间就去掉一半了，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太阳花学院当然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你知道，但是能不能让大家尽量把这结束就结束了，你知道吗？让大家可以重新出发，每个人都要留在过去的情绪，你知道吗？坦白讲的，这种诉讼，你知道吗？告来告去，大家情绪都不好，所以警察局有警察局的坚持嘛。我跟你讲，今天。你看看徐国勇也不敢，徐国勇他也说他要上诉啊，他敢那你说你们民进党是太阳花受益者，你们要不要换？徐国勇也不敢讲，为什么？很简单呢，8万警察呢，你现在不上诉，警察就反弹了。所以我倒觉得这样的其实我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话，你知道，能不能把这些不管学生被告、警察被告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协商机制，大家把它结束掉？其他社会消息来关心，叫老母救人的变身手路又搁出现。桃园一个60岁妇人拜二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讲查某囝替朋友做保，甲地下钱庄借钱无经，叫妇人都要领70万出来，若无会互人断骹断手。搁听到喊老母救命的声，该在汇钱的过程，行员真马车，赶紧通报警察。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道仪来查来了解。道仪。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一名穿着花衣服的妇人是不断捂着嘴巴，情绪相当的激动，而一旁的银行行员还有2名员警也不断的安抚她。之所以会这么的紧张，是因为这名60岁妇人26号上午接到诈骗集团的电话，说她的女儿在帮人家做保，向地上钱庄借钱70万元都没有还，现在女儿被他们压着，要她在1天之内缴交赎金，不然就要将她的女儿断手断脚。妇人心急如焚，赶紧冲到银行领钱。由于妇人神情紧张，还不断担心害怕的在讲电话，行员察觉不对劲，赶紧通报员警。保期员警到场，马上联络他的女儿。来看到这段当时的情况。怎样？你现在是怎么了？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家里呀，我打你电话都打不通，打爸爸也找不到你。哦，你在家里哦？你在家里是吗？要不然嘞？啊，你没有被吓死了啦！你没有被骗，对不对？你没有向人家借钱，对不对？担保了。你没有借钱啦。
可以看到妇人紧张到全身发抖，一直到确定女儿在家没有生命危险以后，妇人这才松了一口气，还抱着2名员警不断的感谢。这种妈妈救我的诈骗已经不是新的诈骗手法，但是每年还是有不少的人因此受骗上当。因此警方也呼吁民众，如果接到恐吓或者是小孩被绑架要求付款的电话，千万不要慌张，要立刻报警，请求警方协助。以上是为您掌握到最新情形。多谢导仪，过来关心危险的画面。昨暗有民众经过台中乌日成功岭头前的冰沟道，警报器已经呼呼弹，4支弹嘛已经放落来。民众看到一个翘倒摆的人插伫咧4支弹边啊，敢若是吊伫咧遐，拢袂紧张，老神在在。这段画面，互其他民众看到到底紧张甲唱冷歌。铁路警察嘛讲，这款行为已经违法，会要求这个翘倒摆的人到案说明。社会事，搁再来看到花莲玉山新学院，互人逼消息讲薪水减互人，搁甲人洗头路，叫人登去食家己。玉山新学院一个老师叫陈文山，伊讲玉山新学院2010年已经改升做助理教授，升官薪水煞颠倒无较济。讲学校欠伊93万的薪水，申请调解了后，学校落尾讲学生囡仔变较少，无要搁再请伊，准啊改时。玉山新学院嘛出面背过，讲已经逐个月欠伊钱，欠伊60多万。无搁再请伊，确实是因为学生囡仔变较少，嘛毋是挑工的。起伫咧山壁顶头，红白小台建筑都是花莲玉山新学院，但是最近煞逼出减发薪水，搁将人故意来洗头路。用以前的一个副院长，学校的副院长说的，他不能想象玉山神学院会发生这种事情。玉山神学院从来没有亏待过老师，一字一句拢是真叮当。陈文山真心疼来咧指控，无相信学校会安尼来对待伊。陈文山指出，2010年伊摕到博士学位了后，升做助理教授，一直到2017年，互人提醒，才知影家己并无摕到助理教授这顶应该有的薪水，每个月减1万多块。认为学校对2010年到即马总共欠93万，学校阁无经过伊的同意，加摕8%的薪水做劳退基金，经过调解了后，学校敢若愿意还80多万，而且用学生不足做理由，无要继续来请陈文山。陈文山无法度接受，去一个来提告。后来陆陆续续的得知，有别的老师私下跟我说，他们的薪资好像有异常。之前的薪资问题，我们学校非常确定，是因为我们学校行政所的行政事务，也在长达快10年的期间，每个月有拿薪资袋，那他也都没有发觉。玉山新学院无经过同意，加提拨薪水来还2万块，但是学校解说会无要继续来请伊，嘛是学校讨论了后的结果，毋是故意要来将伊撕掉。到底谁对谁唔对，阁爱等司法来了解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关心新北市南口仁爱路一段一个新起的公园设备，差不多拢做好势，也毋过经过新北市市政府公款考验收，也未通过。有一寡所在搁爱调整、爱改善。即马团讲一寡时段赶出，已经带囡仔来遮耍。搁有一寡囡仔爬过双黄线、爬过封锁线，乌白爬悬爬低，爬去你顶面出流浪，看起来实在真危险。负责单位进前加扣几了条封锁线，打起事，希望时段会当较注意的，毋通互囡仔受伤。公园内底算粗啊，但小朋友煞毋是用粗的，竟然是用白的。详细来看，1、2、3、4，当时有4个细汉囡仔，骹手照用，一路顺着真夹的粗啊圆筒啊爬起哩，看起来真正是足危险的。离谱的是，其实公园内底这个新起的粗啊，根本都也未开放。来看详细，竟然有一个小朋友直接撞入去封锁线内底，对粗啊顶悬，真快速就甲出落来。可以看到这个公园的游乐设施到处都已经围上封锁线，但是还是有粗心的家长先前让小孩进到里面玩。公园地点就伫咧新北市南口仁爱路一段，设施看起来敢若是已经完成啊，但根本也无验收，甲正式来开放，就惊民众会家己入去内底来耍，特别围起封锁线，无想到家长无顾危险，照常带囡仔来佚佗。相关单位只好增加几落道封锁线，嘛打出真侪告示来提醒。礼拜天跟礼拜六来，小朋友就很多。在他这个就不跟你玩啊。
现在你拖进来的啦。详细来看，规座厝厝啊上悬的所在，离车道地面大约有1层楼悬，就算将来正式来开放，若是无做好管理，囡仔搁热爬伫咧顶悬，万一无注意跌落来，唔那是会受伤，连落来可能是搁较危险。这样真的很危险，还是有一点担心的。检验过的时候再来玩比较好。其实唔那是囡仔，搁有一寡大人趁着设施还未开放，嘛总入去使用。负责监督的新北市公环科声明，验收也未通过，也未正式来开放，大家无应该无注意告示牌啊，而且来拆封锁线。相关单位恐惊就要搁较斟酌，加装防护设施，安尼才会搁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下个月元旦节伫要到啊，嘉义这间5星级的饭店业者招弱势家庭的囡仔写500张心愿卡，希望有好心情的人会当斗相共完成囡仔的心愿。像讲有囡仔希望一顶棉罩被会当过冬，或者是有一双好穿的运动鞋会当走烧热，有人看了到底感觉足唔甘。饭店业者招大家做伙来帮助这顶囡仔完成因的梦。囡仔对台仔顶的姐姐做伙咧跳舞、唱歌、拉曲，这个气氛足赞的。圣诞节就得要到啊，甲看这个圣诞树顶悬拢是这个爱心卡，这是这顶囡仔的心愿卡。我学习做蓝色书包。嘉义一间5星级饭店的业者，举办这个活动已经有13年了。伊募集弱势家庭囡仔的这个心愿卡，甲看这囡仔心愿因爱的无济，亲像是一领较厚的棉被，通来度过寒天，还佫有读册用的这个文具、纸饭的电锅。走标的运动鞋、脚踏车啊这些，今年的这个名额特别增加到有500个。饭店的业者嘛，希望讲有爱心的人士会当来认这的心愿卡，帮残疾的囡仔来达成愿望。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大企业的一个社会责任哦。我们办这样的活动是怎样？是小朋友他需要什么，我们给什么。嘉义市长黄敏惠，伊嘛有到现场来捐认册牌啊，和其他的这个小家电拢总有15项。在我们的圣诞树上，孩子们挂满自己满满的许愿。当我们这样的许愿得到大家一起最好的回应，许愿的卡片，欢迎大家一起来认领。市长黄敏惠嘛鼓励大家做伙来认卡，通把这个爱甲传出去，互更加侪这个弱势囡仔有一个温暖的圣诞节。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抬头的生意有人做，了钱的生意无人买。买8项菜色，敢若开100块，到底有影也没影，都要有影才通讲。高雄有人来到凤山菜市啊买菜，拢总买2杯汤匙仔菜、红仁仁、菜头、2杯油菜甲半粒冬瓜，拢总算算的8项，敢若开100块。遮尔啊俗，互民众想要问讲，头家安尼敢有趁钱，敢会做了钱生意？青江菜、白菜。重点就是这个9层塔，10块钱而已。看到人客来啊，头家就随过就好，你无听唔到，摆出来这些青菜全部180块。欧巴桑妈妈知影这些菜真是真俗，一概就买几落百。这是娃娃菜啊。娃娃菜啊，还有菠菜。还有白菜，70块就当买到一大包，上少3-4项青菜。这个妈妈讲真正是有够俗的，不过还有人买到更加俗的8项菜，干那100块。它110，这样110，这么便宜。互这个大姐惊到的就是这个物价。相片内底有中国梅仔菜、汤匙仔菜、菜头、红菜头、大冬仔甲半粒冬瓜，拢总8项菜色，民众敢若开100块就全部拢买掉，所以就好闲去铺网络问讲，头家甲种菜的敢有趁钱？我们就是第一手买的，所以就比较便宜，毛利比较薄啦，不像那个市场里面的那薄利比较多啦，毛利比较多啦。头家摆档所在就伫咧凤山的买豆公市场，头家讲因薄利多销，菜卖出去钱会入来，无要求发大财，生意稳定就好啊。记者综合报道。个人烦恼讲，搁较侪钱嘛买袂着，台东人要登去故乡，真正买无火车票倒转去。东部线火车票真好买，真侪东部的观众朋友拢怨叹讲，要倒转去亲像千里路途。立法委员已经甲交通部争取，按算为下个月17起，东部的民众会当亲像一般的旅客，伫咧开放订票前3天用正名来提早订位，嘛规划开放3个车帮。
今仔拄着连假，真侪人拢会赶甲大包小包，抢咧坐火车买去花东，代替东部干线票，定定拢真歹买着，互真侪东部人拢讲，想要转去实在是真困难。根据台铁统计，台东站去年出入的旅客人数有200万人。台东的民众定定咧宣讲，外地人好入去，台东人却真歹买着车票，无法度出去。为着解决这个问题，立委向交通部提案，预计为后个月17号开始，台东的民众会当比普通的旅客伫开放订票的前3天，用新名制提早定位，初步先开放3个车帮，408次台北到台东，431甲405次台东到台北，拢总3个车帮，普悠玛甲泰罗过好火车。若身份证头一日是 V， 还是户籍伫台东甲台东人的一定亲，拢会当用新名制来提早定位。如果有病痛，大病要往花莲或是高雄，都需要一定的班车才比较稳。不过普悠玛火车一个车帮干那372个位，在台东新名制火车了后，敢会互普通的旅客订袂到位？有旅客认为干那3个车帮影响袂真大。这个不会影响到权益啊，因为这反而是对有需要的人会是最好的。目前台铁也未正式公告台东新名制火车，不过已经咧处理相关订票工课细节啦。明年春节连假，这3班台东新名制火车就会规划提供给台东的民众，佮提早10天订票的服务。台铁未来卖做伙公告。记者综合报道。继续要带大家归台湾来行透透，人咧讲好行唔得用行，好命唔得会食。有女经商业者票选侪伙人上爱耍的城市，若是算一天往回，头一名是苗栗。上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苗栗农产体验活动特别多，好耍佫会当买伴手礼，有正佫有掠。写一寡时代特别爱来佚佗行搭。第2名是台中，其中新社花海，对一寡阿公阿嬷来讲，好看也佫会当翕起来。那依然是占到好风水，徛到好地理。我台北观光工厂特别多排第3名，因为上阵侪伙人的旅游行程会当带动台湾旅游的生理。旧山线铁道脚踏车开放式的空间，山林美景拢看伫咧眼内。苗栗观光发展有成果，是侪伙人上爱的观光城市。桃竹苗、台中最好的东西就是拔萝卜。88岁阿公退休生活，每一礼拜拢会带团出去佚佗一摆。上受侪伙人欢迎的城市，一天的游程第1名是苗栗，因为农村体验的行程上济，亲像是掘蚵仔、好耍，阁会当摕转去煮。长辈上介意。第2名是台中，亲像是新社花海，好看阁好翕，会当大量来做赖顶悬的早安大图，分享给亲戚朋友。第3名是宜兰，因为观光工厂上济，体验的活动嘛真受到欢迎。2天的游程，侪伙人上爱的城市排名，苗栗同款是第1名，好山好水的南投摕到第2名。高雄新景点多，卫武营、战利库嘛成真侪侪伙人来伫行搭。战后婴儿潮，那现在这些人陆陆续续都已经在退役了，家里几乎都没有人，那自己在家里的确非常的孤单。台湾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国发会预估2025年会进入超级高龄的社会。旅游业者开发侪伙人国内旅游的市场，行程的规划坐车的时间拢会专门为长辈来设计。除了导游以外，阁会随车配一个小助理，专门替这长辈来翕相。统计2017年到2018年国内旅游出团的总人数11860人次，2018年到2019年大成长到58000人次。过去有9成拢是以一天的游程为主，不过这几年加上国内旅游的补助，愿意过暝的侪伙人成长6成。未来侪伙人旅游的商机会来到3.6兆。国内旅游转型，新的特色化行程，为国内观光产业创造新的生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赏花，继续来看到婚姻花卉有这条美林树大道，规条路拢开乌倒红的花，开到红。原来这是美林树，伫咧溪仔边两边，头尾拢总2公里长。本来规阿丹，即马点定甲五花杂色，搁青笑。民众设定 GPS 带路，就会当行脚到，欣赏乌倒红的花海。树仔顶开桃红色的花，美林树种伫溪仔边，正面2公里长，花落落溪仔底，互秋天寒天稀微的景致加添一寡无同的色彩。很美漂亮，很漂亮哦！之前有来过吗？没有。啊，第一次看到。第一次来。啊，有没有多拍几张照片？有啊。有，拍多少张了？很多。拍满了，拍好拍满了。啊，你们从哪边来？
嘉义，骑摩托车过来。对啊，看到一。这个大家拢抢咧翕的美林树大道，就伫云林好尾龙坡公园的附近，有民众为嘉义台南走来，就是为着要赏花。美林树的花期是逐年的11月到12月，逐年拢请真侪人来赏花。今年开的还蛮不错的，还蛮有异国风味的。对啊，就是忽然还蛮惊讶，说怎么这个地方忽然有这样的美景这样。目前花开甲长水，甲樱花比一点仔都袂卡输。伫赏花步道顶的散步，嘛，互人有幸福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意外消息。下晝7點鐘，台北市內湖金龍磅坑發生奧多擺弄到腳踏車的車禍事故，監視器畫面已經找到。事當時，一隻奧多擺好像為了要閃車，一個無細力弄到正邊一台腳踏車，引起到騎腳踏車60歲的查甫人當場倒在塗骹，頭殼弄到阿門塗甲，陣啊當場無喘氣。該在趕緊送去病院急救了後，已經救倒轉來。警察初步判斷，這個騎奧多擺的人無啉燒酒，詳細車禍原因，佫需要進一步來調查。港管嘛是上新的現場來關心民進黨立法議員的立法黨團伫咧推殺反滲透法，並禁錮離托。今仔日伫咧內政委員會辦一個公聽會，邀請各黨推薦的學者、專家大家做伙來討論。現場上新的情形，連線記者蕭秉儀來查來了解。秉儀。王立強勾連案的關係，現在民進黨團要推的是反滲透法。那麼趕在明天周五的院會進覆2讀之前，今天先在內政委員會呢召開了公聽會，藍綠還有各政黨都找來推薦自己的專家學者來共同來討論關於反滲透法整個流程跟細節。不過呢，對此國民黨代表這個吳玉生呢，他對於呢民進黨強推這個部分反滲透法，根本是在強渡關山。帶你看一下現場的一個最新情況。因為這個法案的本身內涵爭議極端太大，這是一個明顯有違憲爭議的法案，這是一個容易侵害人權又侵犯言論自由跟新聞自由的法案，這更是一個破壞我國其他法治均衡性的法案，因為它就會變成特別法優於普通法，超越了所有的相關的法律。那不是今年7月國安5法通過的時候，蔡英文總統說最後一塊拼圖已經完成了嗎？前政院副院長陳其邁還說守護台灣更有力量了，更有把握了。那為什麼不到4個月都不夠了，都不足了，都不要了？好，可以聽到這國民黨所推薦的這個代表吳玉生，他特別提到呢，民進黨推的反滲透法要拼周五院會進覆2讀，這根本是在強渡關山。另外一部分呢，也認為說呢，既然呢這個民進黨之前都要推國安5法，在這時候呢，趁着整個共諜案呢順勢借力使力來推出這個反滲透法，這個背後的一個目的有讓人質疑。好，那麼今天整個公聽會呢，預計呢上午就會結束。當然呢，包含國民黨跟民進黨還有時代力量所推薦的人選專家學者都在公聽會表達自己的一個意見。不過呢，最主要的還是要針對這個中國的統戰滲透，要如何建立這個整個防衛機制。可以看到國民黨還是相當的一個生氣，對於民進黨所推出這樣的一個法案。以上目前現場最新，再把時間交換棚內。多謝秉儀，繼續我世界大代誌來關心28感恩節是美國合家團圓重要的節日。美國東部也有西北部透凍落雪，規個交通攏亂糟糟，上少影響2000萬人。科羅拉多州一寡所在落雪落60公分懸，一個州際公路發生幾落台車相撞的車禍，攏總引起一個人不幸無命，2個人受傷。另外，丹佛機場落雪有25公分懸，約500隻航班攏取消，上千個人掉入咧機場，無法度出入。外口落大雪，一台貨車車頭貓落，火線甲龜頭殼，後壁還有另外一台拖拉庫賓車。美國科羅拉多州這場車禍，唔但雨路封起來，嘛造成傷亡。One person has been killed and 2 others injured in a multi-vehicle crash during the powerful snowstorm that moved through Colorado over the last 24 hours. 11月第4禮拜拜四，就是美國的感恩節，真濟民眾攏會回去團圓。不過天氣這麼歹，互回去故鄉變做一件真正難的代誌。美國東部甲西北部拄到大風雪，科羅拉多州一部分的地區落的雪有60公分高，民眾要出門就要先甲雪清掉。落的結冰嘛，互車禍一直發生，警方4個走總處理車禍。It's just been a terrible day, traffic and weather-wise. We've had easily over 30 crashes in our area alone.
One of the officers estimated up to 50. 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机场嘛有25公分高的雪，造成超480个航班取消，1100外人留伫机场内底，班机要恢复正常，就艰难等候天公伯斗3天。Here's the West Coast. This is the Pacific. This storm system plows onshore, producing rainfall all the way from Oregon, where already a wind gust of 125 kilometers per hour. 受到大风势影响，一部分地区出现时速120公里以上的风，超是一级飓风的等级。气象专家警告讲，唔那大雪、大风带来破坏嘛，袂当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空色海洋是地球即马上界大型的动物。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最近伫咧加州外海头一届侦测到空色海洋的心跳，但是浮出来水面，心跳上界久1分钟有34个，若真深的海底1分钟算的干2个尔，比科学家暗算的较少3成到5成。海底海洋神秘个优雅，美国生物学家最近就用仪器侦测一尾蓝海洋食物件头尾9点钟，创下为过去到今头一届成功测到蓝海洋心跳的纪录。The largest animals of all time, of course, can't be in a laboratory in a building. So we are bringing the biomechanics lab into the open ocean using the suction cup attached tags. 那海洋未落海底时阵，心跳较慢，平均1分钟敢若4届到8届，上少敢若有2届。不过因甲物件食落开始要浮起来时阵，心跳就会变紧；浮出来海面喘气的时阵，心跳上紧1分钟25届到34届。那海洋心跳的变化比科学家本来想的更加大，其中上少1分钟2届的记录，比本来预计减30%到50%。Heart rate can give you so much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metabolic rate, its reaction to stressful events, its reaction to feeding. How do the largest organisms ever to have lived actually function? We can answer some of those basic questions now. 那海洋上长会当超过30公尺，体重有180吨重。2015年，一粒造成标本的那海洋的心脏就有200公斤重，甲一台卡拉救车差不多大。爱死的大人才更会震动。Heart of the blue whale is so large that you could, for instance, swim through the aorta. Well, this is the aorta. 那海洋未落海底时阵，为着让心脏甲大脑会当有更加侪酸素，心跳就要放慢。为着要让这大片的身体会当正常运作，那海洋的心脏用慢甲强要定去的速度咧跳，嘛，互人开眼界。记者综合报道。跳过一个广告了，继续要带大家关心，真侪人爱讲笑亏。台师大教授带对上新的研究，发觉讲台湾的民众这款的心色亏，在23个国家内底排名是吊车尾。我就12天、15天之间，我一定要种一批这样子啊。契作的蔬菜要如期送到学校。屏东农民苏鹏打造有机温室，培育的作物生长得又快又好。别看这样几分地，苏鹏整理得这么好，其实他是半路出家才开始务农。你甲看嘛，我饲猪啊，我嘛用密闭式养殖嘛。密闭式养殖来讲，伊温度的控制就会较好嘛。袂讲较冷好，拄着寒流啦，还是较冷拄着足热的，伊内底的温度变化足大的。你若有设施来讲，你可能会让减少一些气候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啊。所以未来的农业生产，你若要稳定供货，可能设施是免不了。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神。这个神就接受升接的意思，像咱讲神球，也有用双手神咧，嘛有刷落去的意思，像咱讲神话买。若是开钱买，接咧做，咱讲是神一间店面来做。文音读作神，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神水代表接水，第2个词继承，一般是讲后代接顶代财产或者是事业。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阿明继承因老爸破厝啊，厝顶楼伊就爱灌桶啊去神水。今仔日小解这一日神，另外文音读作神，提供给大家参考。
继续要来关心，唔知你敢有这款心色气？台师大教授带团队研究，利用机器甲问卷来研究咱人的心色气。发觉讲，台湾的民众的心色气，伫23个国家内底排名是吊车尾。研究发觉，咱台湾的查甫比查某较有这款心色气。另外，阿斯伯格症的患者，一般认为较无心色气，较无爱讲笑话。团队发觉讲，会当利用课程来培养。生活真郁闷，若是来甲听一寡笑话、看喜剧，安尼笑笑一个，保持这个心情较松朗。台师大教授带研究团队透过问卷、资讯做影仪，这个研究方法，发现讲咱台湾人查甫比查某更较有这个心色气。我们发现说，男生是比较倾向使用比较稍微攻击一点的幽默，然后那。这个女生因为她相对比较有同理心。研究团队把这个心色气甲分做4种风格，包含这个好斗阵型的、攻击型的，还佫有唱秋型的、甲美秋型的。另外，佫把这个心色气甲分做善意的心色气，还佫有倒口的心色气，这2项。研究发现讲，咱台湾人伫这2项心色气的世界排名，拢排伫中坎以后，也就表示讲，咱台湾人的心色气就爱佫来加强。因那这个研究嘛有讲，翁仔某之间若是有一个人用这个口舌型的心色气来甲对方滚耍笑，那安尼对方就会用倒口型的来甲你回击。这个发现有可能会当甲运用伫这个婚姻的辅导顶悬，发展一套幽默的提升的策略嘛。有几个知名企业里面的高阶主管也都开始训练幽默的课程哦，因为他们认为说这样子对他们身心健康、对他领导都是一个蛮有帮助的方法。透过这项研究，会当来帮助阿斯伯格症的患者，通更较斗大来融入咱的社会，会当来辅导企业的头人，会当较有心色气咧，来改善工作的环境。研究团队嘛，更较希望讲未来会当来结合这个 AI 的科技，建立这个会晓心色气开讲破豆的机器人，望甲机器人的互动，来降低咱人生活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食饭时间手路菜要来看到东京米其林的指南带路册已经公开，拢总226间餐厅均在内。我就12天、15天之间，我一定要种一批这样子啊。契作的蔬菜要如期送到学校。屏东农民苏鹏打造有机温室，培育的作物生长得又快又好。别看这样几分地，苏鹏整理得这么好，其实他是半路出家才开始务农。你甲看嘛，我饲猪啊，我嘛用密闭式养殖嘛。密闭式养殖来讲，伊温度的控制就会较好嘛。袂讲较能较好，拄着寒流啦，还是较能较拄着足热的。伊内底温度变化足大的。你若有设施来讲，你可能会让减少一些气候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啊。所以未来的农业生产，你若要稳定供货，可能设施是免不了。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来看到2020年东京米其林的指南名单带路册已经正式公开。今年拢总经到226间餐厅业者均在内，分做17款的菜，会当看到餐饮业变化万千，拼生理竞争真激烈。名单一个公布了后，有互人想袂到的结果，像讲女性的头点即马长时行，一间来做食食客排行榜的餐厅，甲印度咖喱配咱台湾的卤肉饭，这是新的创意。大きな拍手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2020东京米其林指南的这个名单出来了。今年有11间餐厅摕到3粒星，48间摕到2粒星。若是1粒星嘛有167间，拢总有226间餐厅去摘到星。不过这算是有的欢喜，有的忧愁。有的餐厅正身去摘到星，有的餐厅是安尼落出名单。这个捌招待过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名店——素基屋胶厝龙本店，从2008年东京米其林指南发刊以来，连续12年拢摕到这个3粒星的宝座。不过，煞因为透过熟悉客的小解，
也是5星饭店台灯，即便煞无入榜，安尼，互这个舒适之神小野二郎伊所缔造的这个传奇，就总安尼停起来。コリコリっていうのが好きな人はやっぱその取れたての方がいいですけど。另外，这个已经蝉联10年3星的斋灯舒适。香港是全世界上歹去订的3星餐厅，嘛因为该采取这个会员制，安尼一般的人客就无法度甲注文预约，安尼嘛去互人甲踢出名单咯。甲看这几年来，查某投资师有愈来愈出叫的现象。カレー店を営んでいて、まさかミシュランさんお呼びいただける日が来ると夢にも思っておりませんでした。日本的料理界较早拢是查甫咧主抢的，即马查某的投资师嘛已经伫个米其林来出头咯。35岁斋灯会理伫个印度咖喱内底来参咱台湾的元素，要来甲遮济投资师车拼一下。玉ねぎの甘みとスパイシーな感じがマッチして、かなり食べてるうちにどんどん辛さが増していきます。このルーローハンと一緒に食べるとまろやかになって、辛い人にとっても食べやすくなります。癖になる味。斋藤伊捌伫个印度咖喱店做师啊，伫个3年前伊创业开店，伊甲印度咖喱来结合咱台湾的卤肉饭，来甲斗打双国的滋味。安尼嘛，互伊的餐厅入选这个介绍亲民的食食客排行榜，对这个时代潮流咧行。日本的查某投资师嘛，豆豆啊受到肯定。安尼未来查某的3星主厨嘛有望望咯。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咱台湾的小吃挂包，互人看入咧国际舞台，这是中华宝岛家乡的餐饮科老师余山清去泰国参加2019年国际煮食杯的比赛，甲挂包、柠檬澳油、咖喱啊签甲合作伙，创造这款挂包套餐，口味甲有炕盘拢真有路，评审特别学到着，可以顺势摕到世界创意小吃的金牌。我就12天、15天之间，我一定要种一批这样子啊。气做的蔬菜要如期送到学校。屏东农民苏鹏打造有机温室，培育的作物生长得又快又好。别看只有几分地，苏鹏整理得这么好，其实他是半路出家才开始务农。你甲看嘛，我饲猪啊，我嘛用密闭式养殖嘛。密闭式养殖来讲，伊温度的控制就会较好嘛。袂讲较能好拄着寒流啦，还是较能拄着足热的，伊内底温度变化足大的。你若有设施来讲，你可能会让减少一些气候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啊。所以未来的农业生产，你若要稳定供货，可能设施是免不了要投资的。这一头潘志明的果园温室里，蜜枣树正进入开花结果的季节。枣子的部分在生长期会碰到台风。那台风受损，导致开花结果的时候如果受损，那相对的当年的产量会减少很多。那有了这个棚架之后，上面的网室可以帮我们抗台。利用加强型水平棚架网室，蜜枣得以防风防虫又省工，能够种出香甜多汁大颗的蜜枣。跟摘笋比起来，当然是稳定的收入会是最好，因为农民想要的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产期的时候碰到雨水，那相对的还是会有受损。所以我今年有在做一块，就是做简易式的温网室，它上面是可以盖雨遮系统。在恶劣的气候之下保护作物以外，那另外我们在设施里面可以导入各项的管理作业机械，还有智慧环控的一个设备，然后可以达到省力栽培的一个目的。农粮署辅导农民提升栽培效能，从106年开始推动设施型农业计划，把新建结构加强型温网室的补助比例从1/3提高到1/2。107年进一步依设施类型，每公顷最高补助调高到780万元，而东部、离岛及原住民地区更提高到60%。108年还针对设施内环境控制设备提高补助比例至1/2。推动智能化栽培，并保证台湾高品质作物的生产。每年以300公顷为目标，然后辅导农民建设结构型的一个温室，也有委托台湾农业设施协会编订温室结构安全手册，可以规范业者在建造的时候
有正确的一个施工的一个程序。设施协会也有配合农粮署，经常性的举办人才的培训，还有温室技术的交流研讨会，提升台湾农业设施栽培的一个进步。面对气候变迁，灾害强度与频率不断增加，设施农业成为农民的护身符，保障每次收成，让农忙的辛苦可以化成甘甜的果实。我还以为他喜欢我，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很像笨蛋？明明就很难过啊，干嘛装作不在意的样子？啊，比如是他跟副总的感情什么时候变不好？执行长对我不是喜欢，只是同情而已。那怎样？怎么开始不重要，只要结果是好的，那就好了。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歌的力量在于展现内心的渴望。哦，太太，我要钱。哦，Honey，我要钱。创造一首完美的歌，就需要不断的碰撞。谁输谁付钱？每次都我给，这次我被骗。加入我们一起玩转流行歌。12月1日起，每周日晚上8点，台视一起唱。想知道更多，快扫 QR code 或上台视一起唱粉丝专页。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选择题，选项只有3项，就写到5、6、7，哪里来的天分啊？你们17年的传统就毁在你们的手里，军歌不行，接下来带队接力也好不到哪去啊！不是跑步而已嘛，来比啊！我17年一定会赢的。赵哥，叫进来，你完蛋了，球面上。每周1到周5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强档电影周周看，11月2日至12月1日锁定播出，并上网填答人物图卡，就有机会抽中豪华限量商品。详情请见台视动画专区粉丝团。每周6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合照，抽 IWS 租车熟客券500元优惠活动，11月1号至11月29号，拍下您与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电视画面合照的照片，并将照片上传至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FB 粉丝团。本活动天文
文，就有机会将 IWS 租车首客券500元带回家，出游爬爬够到哪里都 OK。详情请上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好酒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为了要保育咱台湾国宝鱼梨山尊鱼，千里路途、千辛万苦，行8点钟来到南投华关溪国宝鱼生态所在，隆重放流2400尾梨山尊鱼仔囝。初步救勘讲因生活情形真好，观察因敢会当家己生态一2代了后，才会暂停人工放流的保育工作。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关心，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忠，祝大家平安健康。我就12天、15天之间，我一定要种一批这样子。